再来看全球温度，阁继续的升悬。英国昨35度是今年上热的一天哦。昨法国甲比利时嘛是有相应。国际上有一份上新的报告是指出讲，因为气候暖化，2023年的高温造成欧洲有将近5万的人死亡。未来极端天气恐惊会阁愈严重。英国12是今年上热的一日，气量上高温伫英格兰东部的剑桥，气温达到34度8。当地泰国阵游览空气游客也大花吃不消。Hot. Very warm. Trying to stay hydrated, but we just have one day, and so we just have to, do this, get everything in. That's right. Yeah. 英国气象单位指出，这是英国为1967年超过60年来，刚来感受到的第11个这么高温的天气。暗过当中有8摆拢发生伫2006年了后，也显示气候暖化继续更加严重。英国卫生安全局将对这波高温发布黄灯健康警示，提醒年岁较大甲身体条件较歹的民众要特别注意。伦敦的通勤族12伫高温当中上下班，公园内底也未真济来遮凉的民众。 It's not been good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, though, is it? Last summer, so I mean, when it gets hot, it's too hot. If it ain't raining, so yeah, when it's out, you got to enjoy it, ain't you? 10日高温也到比利时，高温超过35度。拄啊闭幕的奥运主办都市法国巴黎，12日高温要36到38度，互真济观光客拢挡袂牢。 It's so hot anywhere, and I'm coming from New York, so I'm used to the heat, but it's still not like that. It's really humid here. 根据巴塞隆纳健康研究院10日发布的报告，过去10年当中，欧洲伫2021年有超过6万人伫高温当中死亡，2023年有47690人死亡。这项研究涉及欧洲30个国家的高温甲死亡率，发表伫自然医学杂志顶悬。研究也发现，那欧洲各国伫21世纪无法度采取行动，适应更较热的热天，甲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会增加80%。气候变迁会致使热浪这极端天气事件变更较侪，继续时间更较长，强度更较大。公视新闻景文庆报道。